后来乡亲啊，台南的南区1月29要举办年会大家，要迎接到新春的到来。 2026台南市南区冠村年会大家，由市长黄伟哲为年度重要年节活动正式拍开序幕。这个眷村年货大街，除了保留眷村的饮食文化之外，最重要的也是让更多的眷村美食得以延续，让更多介绍给更多的好朋友知道。台南市南区区长萧秀华讲，这一遍年会大家结合文化展演和在地创意。 唔闹卖冠村年菜特色点心，现场冇安排真侪精彩的演出，为邀请在地学校和艺文团队同齐来遮表演。1月29号，也就是下礼拜四开始，为期10天的一个年货大街活动。 南区区公所邀请市民朋友过年前赴西行来遮设计斗热闹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